响动了啊，天上的星星插埋头啊！小姨子来，有全都有啊！亲爱的，有一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，嫁给我吧。我不能嫁给你，为什么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。瑶瑶，你说现在全网上都是西瓜比赛，好好的西瓜你不去吃，你都浪费了。我说的有道理不？有道理。是不是？给你崴一个，好好的西瓜。以前你搞事情。你们在哪里讲？要求你管。当然太乖了。姑娘儿一搞到眼里一样子，今天终于有用处了。不要慌。原来你们家是个红心吗？今天算你们好运，你们走嘛。垃圾。再给你变个魔术，什么魔术？把你脚给我一下，就是把这个皮筋套你脚上，这样一拉，然后就穿过来了。穿过来了？不行啊！打我！我手机。喂，在干嘛呢？喂，搞我。老板，我想请2天假，就快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喂。是啊，豪哥。什么？是啊，豪哥。说谁想？说谁想？说谁想的？哎，你干啥的？你干啥的？你在打牙四子？打了？你在打牙四子？我打了。你干啥的到底？你到底干啥的？我修车的。他哪了？修车的。